真係每一年比一年做得更加好。我由初第一場開始時候咧，係講緊10零個贊助商，到依家已經去過超過50個，同埋網上邊 online 咧無數嘅善長仁翁咧，每一年咧都期待我呢個慈善演唱會為我哋嘅社區旗輝會出一份力。咁每一年咧，我雖然係做咗慈善，在座每一位，哪怕係1毫子1蚊都好啦，真係用得着。我每年咧，其實我都有去到旗輝參觀我 before 以前嗰幾次捐贈嘅院舍有幾個房間咧，真係寫住我嘅名，帶住大家一齊係籌到有一間3間房間。咁呢2年咧，我哋就為旗輝會籌過床位啦。咁希望各界嘅善長仁翁咧多多伸出援手，好快幫旗輝達到佢哋想要嘅目標。